趁住近期天氣開始變得悶熱，今期節目我就教大家做一款簡單美味又有營養嘅通心粉沙律。沙律醬汁方面，我會調配一款帶有地中海風情嘅酸奶沙律醬，酸甜中帶有少許嘅辛辣，非常特別。首先，我哋先將蝦仁清洗乾淨，然後用海鹽同埋黑胡椒簡單醃製。跟住可以先煮好通心粉，往鑊入面加適量嘅海鹽，將通心粉煮至全熟，留起備用。加入適量嘅橄欖油拌勻，可以防止通心粉黐埋一齊。往鑊入面加入橄欖油，將蝦仁煎至全熟，夾起備用。唔使洗喎，將番茄仔輕微煎製，先將番茄仔煎製，可以令果香更加濃郁，酸甜味變得柔和，弱化生番茄嘅青澀感。然後我哋再將粟米粒炒香，全部裝起備用。用無糖酸奶、甜椒粉、大蒜粉、海鹽同埋黑胡椒調配沙律汁，將全部嘅食材翻拌均勻。最後灑上番西碎就大功告成啦，係咪非常方便呢？